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镜子。早上我父亲给我来了个电话，说承诺还会给我们这个家庭再买一套新房。我听完之后头皮发麻，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用语言去表达。因为他说现在这套揽月阁是你和镜子，相当于是你们的婚房，你们往后余生几十年就是住在那里了，陪伴小孩成长长大。那么他还要给我买套什么房子呢？就是20年之后，那时候他70多岁，当小刘要面临结婚的时候，就是孙子的婚房。他说不需要我和镜子操心了，他爷爷来买。而且这些话都是父亲跟我通电话，他没有喝酒，是脑袋清醒的时候说的。我父亲说他相信以后人越来越少，房子肯定会越来越便宜的。他说叫阴爹嘛，那时候全款再给孙子买套婚房问题不大。他让我和镜子现在搬到新房之后好好享受生活，不要太节省，什么中央空调、地暖该开的时候就要开，不要不舍得开。哎，我听了之后心里面其实蛮感动的，因为他自己是非常节省。我真的摸着良心说，我觉得我和镜子我们是属于挺幸福的。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父母，包括这2天新来的那个女大学生，很多人就评论，你们评论我都看了，说人家比你们还小6、7岁，你们怎么不自己带宝宝，是不是啊？那我就说父母愿意让我们过得轻松一点，那我没办法拒绝呀。我不能说爸爸别给我钱，爸爸别给我买房，我说不出来呀。包括我奶奶对我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我经常看到有人评论说你外婆对你好，你奶奶对你不好，都不出镜，视频只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奶奶只是不善言辞，而且那时候比较穷，她小学可能没有读过，所以也不识字，没有我外婆那么能说会道。包括之前小孩周岁里凤游记吃饭，我奶奶没有出现，那是因为她没办法过来，晕车。那很多人说你可以电瓶车载她过来，路非常的远，而且那2天黄梅天暴雨，没办法带她过来，所以不出镜不是说奶奶不喜欢我，她是非常爱我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发了，去把那个新房软装和家具的钱付一下。之前兜兜转转看了10几家嘛，什么清风啊、红什么乙呀、红什么龙啊，对吧？盛什么都看过。那么现在还是去那个我乐，因为其实我们预算也不是很多，就是要价格实惠，然后装修的质量又要高一点。现在这个育婴嫂我是真的挺满意的，她是2本的。湖南女子大学，因为之前面试的时候有几个1本的我都刷掉了，因为他们有些要求比较高，有些的话或者要求要什么双休，那我没办法接受双休，每周休1天那没问题的。所以现在这个小姑娘我觉得真的是不错的，我们会好好对她。兜兜转转还是选择了来我乐。这个卧室蛮好看的。买房子的时候敲过一个金蛋，现在全屋定下来了，敲金蛋。大家锤子坏了，没事，没关系。88彩帮毛妈哦，回家。